書。OK， 搞掂。跟住就係6號。哇，車都嚟咗啦，啱啱好啊，有車啊，上車。冇乜人。3:25開車，而家應該係4:25。我呢度應該係搭車去有馬溫泉嗰度。呢度啊，中心點啦，三公站，一路沿住行去酒店。都好似幾方便。哇！日本啲輕浸藥酒，海狗神，間都係食神戶牛啊！下一隻先食，呢度又係神戶牛。咦，好多都可以食煙喎！成條街都係食。話咁快行過3公車站附近，離下鐵3公尺。識行又好快喎，原來頭先唔識行兜咗個圈。食堂街喎，一陣要去睇下先。有間賣2手 DVD 喎，CD。其實一陣揾下，應該都幾多嘢食。呢邊呢啲係點？好多個呢邊好多都可以食得煙，食燒肉嗰啲大部分都可以食煙。嚟到行到亂晒龍啊！而家嚟一條購物街又唔知叫買俾朋友個女。我嚟揾嘢食，呢度都好多嘢食。KFC。呢度有間神戶牛喎，食完我拍出嚟都係8點鐘啫，點解收晒嘅？哇，收得好早啊！神戶呢邊嚟超市買啲和牛，今晚返去宵夜。冇和牛，返到酒店自製個宵夜和牛公仔麵。一朝早出發去有馬溫泉，好準時。1秒鐘都唔等，立正即刻開車。哇！咁快到咗有馬啦，
上次嚟就自駕遊嘅，今次就搭車嚟。到咗有馬路。上次嚟就自駕遊，今次自己搭車過嚟。到咗有馬溫泉區啦。碳酸餅，車嚟咗啦。哦，到咗啦，向陽太合之湯。入嚟先除鞋。入嚟先除鞋。喺度辦手續。好啦，俾咗入場券就喺呢度揀衫。有個馬嘅，我呢度有啲手信賣嘅，咁啊。呢邊啊食嘢嘅，しらす丼はあるわ。呢邊食嘢素時溝。原來呢度攞嘢食。はい、どうぞ生ビールご用意しましょうか。こちらね。で、こちら番号でお呼びしますの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ね。浸完溫泉，整一杯大啤酒。鋪頭有啲漢字都叫做識識地睇，冇嗰啲漢字嘅大鑊。哦，呢度嚟咗園丁商店街，行下呢度啦。
呢度賣啲舊式少少嘅嘢咁。水晶。哇！咁多冇開，咦？唔似冇開喎，似執咗笠喎，裏邊冇晒嘢。哇！都好多執咗笠喎呢度。園丁商店街，前邊有啲鋪頭，上去睇下。冇乜生果，我覺得啲似。轉右。大王漢方賣藥㗎，真係骨皮筋又胃門，睇啲漢字都估到啲。呢間就休息啦，定休日1、2、3，哇，休4日，一個禮拜開3日。前面就係神戶塔。上緊神戶塔。遠いねな。高いね。屋上デッキの入り口ちょうど半周回ったところにございます。屋上デッキの入り口ちょうど半周回ったところにございます。每邊都有寫係望到咩嘅。呢度繞一圈，嗰度貼晒啲相嗰度，遮住嗰啲風景。你想影全景啊？如果 Eon 啊，夜晚特價，啱食魚生啊，啱，好平。不過我唔食魚，好大個 food court，有啲咩食？好彩冇信 Google， 信 Google 就賴嘢。行駛300米之後，轉右。
彩冇信 Google 啊，信 Google 就賴嘢啊，話要行10幾分鐘先至到地鐵。而家睇路牌行2分鐘已經落到嚟。哦，真係收鋪咯，到8點鐘。5分鐘都唔使啊，到咗神戶站。而家係8點半鐘，而家喺神戶起程去京都。而家係8點半鐘，而家喺神戶起程去京都。大阪站去緊京都啦。到咗京都站啦。而家出站先，嗰度伊勢丹出嚟，京都車站入口。を選んでください。請選擇。着咗燈打開門，跟住放入去。目測擺到30寸碟。去完之後攞返張飛，嚟到京都明顯係凍咗嘅。一朝早已經好多人，而家嚟到地鐵站。哦，好快就嚟到咗六角堂啦！呢度就係京都正中間嗰個土瓷石啦。去完六角堂，好快咁嚟咗錦市場啦。到咗錦市場啦，我其實對裏邊啲嘢麻麻嘅，不過入嚟嗰度嚟入嚟行下啦。
好似好靜咁嘅錦市場。中午時間都冇乜人。中午12點嘅錦市場，哇！靜得好誇張喎。暢通無阻而行到。以前呢度已經逼唔到入嚟啦。天滿宮啊，前面。連帶隔離嗰啲街一樣好靜。機械球簽臂。錦市場附近有間啲古老眼鏡鋪啊，賣啲好舊款嘅日本眼鏡。行完新京極喺街尾出返嚟，少咗遊客嘅京都。搭巴士過咗站，呢度有個搭巴士過咗站，行返嚟清水寺，沿途經過呢個廟，落咗巴士，跟住人潮行就啱㗎喇。而家上緊去清水寺，上次嚟嘅自駕遊上嘅，不過冇入到。今日好多學生喎。見到人潮啊！不是。清水板。好嘢喎 ，Google Map 室內都用到喎，希望冇指錯啦。嗰度有啲魚手啊！呢度買飛。好啦，正式入去啦。好門角。哇！今日真係好多學生。大黑天。係啊，財神先，呢邊啊，出世大黑天財神，好多人參拜，10円一支香，好多人請預售。
2點鐘到，走嗰陣時就好多遊客嚟啦。今朝就全部學生。而家喺京都車站，一路上10樓睇到條拉麵街，然之後就返大阪。拉麵小路。Please purchase a food ticket from the vending machine at the entrance of the shop you choose, and kindly take your place in line. 感谢您光临京都拉面小路。来电用餐的顾客，请在各店入口处的售票机购买餐券，并排队等候。 오늘은 교토 라멘 코디를 해주셔서 대단히 감사합니다. 라멘 京都車站 B2嗰層，全部都係賣啲手信，多到都唔知點揀其實。